市府文化局为保存台南眷村珍贵的历史基地，甲着生活的文化，特别结合忠义新村，甲着绿丰东村的居民甲后代，举办眷村走读，甲着老相片故事的分享交流。第一站来到水高社的文化园区。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哈，就是安平区崇义社区附近联勤304这一带的社区居民，在这几年有收集了一些老照片，那么他们想要在今年有一些展览跟一些分享，因此今日安平的眷村的社区伙伴，每个人带了一张他们的老照片，来到水交社这个园区，来跟在地做老照片的分享。那今天活动的一开始，大家先在早上9点9分聚集，开始今天的水交社走读之旅，然后在一路上会跟在地居民，还有回到眷村的伙伴，或对眷村文化资产有兴趣的伙伴，大家一起在水交社看展，进行导览，去感受昔日的生活空间。一行人首先伫个 F86军刀指头前来翕相。需要登上府城上悬的桂子山，重温过去眷村的风貌，同时嘛促成中医甲着水高社眷村居民的交流。桂子山开放来就变成一个观光的景点，又是在我们水交社文化园区。身为水交社的眷村第2代，我当然愿意把我们的景点介绍给大家。我们水交社2空的照片我们都有展览过了，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交流就对了。对。这场眷恋304老相片同乐走读的活动，除了记伫安平联勤304兵工厂以及崇义新村甲着绿丰东村的生活片段，未来嘛将持续透过主题展览、节庆的活动，甲着走读导览等多元的形式，带领民众认识甲着回顾过去的眷村生活基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